阿根廷新总统米雷伊提出新经济政策，要解决钱变薄的问题。不过当时在首都受9000人咧反政府示威。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下晡，咱的海军舰队256舰队海虎长水舰伫咧中央外海执行任务，雄雄是有一阵风涌袭来，6个赶紧跋落水，目前是救着3个。反舰直升机甲机电舰拢也咧斗找。总统车队来到高雄左营海军南指部，按过这个行程无伫排定计划内，临时变更是因为海虎舰舰中昼伫左营外海执行勤务的时阵，装备脱落，实施铺航固定的时阵，雄雄海涌伤大，舰舰顶悬6个官兵落落海，第一时间4弹的小狗、4层的上尉，也有4底的士官长3个人，互人救起来。目前也有4人的士官长、4员、4长的士官失联。6名官兵不慎落水，均穿着救生衣。该舰即实施人员救生及紧急处置。海军舰队指挥部指出，事发后立即成立紧急应变中心，并指派 S 拐洞溪反潜直升机与多艘邻近载航舰执行搜救。海军南指部第一时间成立紧急应变中心，连海巡的机电舰都到协巡。海虎舰舰是咱国海军的主力舰舰，主要任务有水中反舰舰、攻击敌方的军舰、支援敌种作战等等。伫海军现役舰舰内底作战力真强，伫服役年限已经超过30年。政府嘛预定伫舰舰构造完成了后替换。它的吨位比水面舰来的小，通常他们其实受到这个风浪的影响，其实蛮大的哈。那先前呢，我们有一个前进的舰长不幸因为这样就殉职海军呢就加强这相关的人员，他们叫人员落海的一些准备军事专家表示，舰舰动数比水面舰较细，舰舰铺航的时阵，拢必须承担风险大风险。世界各国拢同款，海军原来有前进人员落海准备，像讲爱穿救生衣，也甲救生衫顶悬有装警报器，落海了后会发出声音等。总统府也发声明表示，国防部长邱国正第一时间已经向蔡英文总统汇报，总统指示相关单位全力搜救失联的官兵，救起来的3人嘛爱提供上介好的医疗协助。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看国外，以色列轰炸加沙已经造成超过2万人死亡。哈马斯的领导人去埃及5望谈判休战，并无结果。炸弹伫眼前落落来救护车为人群当中紧紧闯过，死神逐工拢会来。以色列对加沙轰炸无停过。哈马斯卫生部门表示，以下冲突之下，加沙死亡的巴勒斯坦人，到即马已经超過2萬。联合国安理会呼吁紧急而且延长人道援助的暂时停火，动机投票搁一摆被延前。美国高度在意，讲到停止敌对行动，互联合国负责检查卡车来确保运送确实是人道救援物资。安理会成员继续真紧张谈判，将投票延到日一早起，来避免美国搁一摆投票否决。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应急放出无这么紧。There's no expectation at this point, but we are pushing. And your reaction to 20,000 dead in Gaza, that death toll reached today, likely to be reached today? It's tragic. 伫这时阵，大部分住伫卡达哈马斯领袖哈尼亚率领一个高层级的代表团去开罗，为埃及所讲的新一波休战甲真一交换来谈判。根据熟悉人士讲法，这摆的会议无结果，哈马斯无愿意用临时解决方案来讲战争。因的立场依然是伫最后停火进程未有交换通讲。埃及表示谈判会阁继续，虽然这过程真艰难，而且爱真长的时间。公视新闻，恩文玲朋友。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件新闻。日本名古屋一间餐厅接2摊买鸡，却是有41个人客吐骨流，其中7个人客被验出诺罗病毒，怀疑是这食食中毒，去互下令停业。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北京寒流扫南韩，去年发布今年寒人的头一波寒流警报。而且这个月初，南韩时还有20度，只剩敢若剩零下20，2礼拜就相差40度。英国《Times》报道，英国一个16岁下宿白少女2月去风台28度死亡，2个15岁嫌犯是甲骗讲要甲伊做朋友煞同台，无实罪成立。索瑞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
根据美国协调卫星影像，怀疑中国是当咧登起新型的核子试验场，有可能是要测试新的核武器。上尾是华盛顿邮报，把做川普阵营律师的朱利安尼，把选务人员做恶讲人作弊，所以讲就爱赔人1亿外美金。而且这个朱利安尼捌隐瞒资产，所以讲法官就下令叫伊即阵爱输赔。美国科罗拉多州的最高法院认定前总统 Trump 煽动国会暴动，撤销伊参加总统初选的资格。对手总统拜登接受访问的时阵，就随大司机攻击 Trump。不过，这项判决也有真侪争议，联邦最高法院是有可能甲推翻。美国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引用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第3条，禁止部分分子担任公职，撤销川普伫当地总统初选资格。虽然明年的总统大选变化会真大，不过伊的对手拜登就哪亲像捡到枪，趁机会发动攻势。Is Trump an insurrectionist, sir? Well, I think certainly it's self-evident. You saw it all. Now, whether the 14th Amendment applies, I'll let the court make that decision. But he certainly supported an insurrection. There's no question about it. 不过有学者分析指出，川普煽动支持者去国会干扰认证拜登当选总统的程序，敢有牵涉到叛乱？也甲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第3条，是毋是适用总统的职位，这拢是本案有待查清楚的关键。部分学者研判，联邦最高法院到尾也是会改变科州的裁决。This is a U.S. Supreme Court that remembers its crisis of legitimacy after Bush v. Gore, when it looked like they were the ones to decide a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that case, we'd already voted. Here, we haven't even voted yet. I don't think the U.S. Supreme Court wants it to look like they are taking our right to vote away before we even weigh in on who the next president will be. 学者认为，目前保守派伫联邦最高法院有6-3的绝对优势，裁决结果会偏向保守。不过，为了较无政治色彩，也有可能出现其中一个保守派的法官歪向自由派，形成5-4的局面。不过，到底结果如何，明年1月测试进前就有答案。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阿根廷的新总统米雷伊是推出一堆新经济政策，亲像是减少政府支出、国营企业民营化、取消出口限制等等。这目的就是要解决钱变薄的问题。不过，一讲，因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是有9000人咧反政府示威。现任总统极右派米雷伊相信私有化自由市场是解决阿根廷唯一的解药。21日全国电视演讲中公布一系列所讲的经济电价治疗法的详细内容，亲像削减政府支出、国营企业民营化、放零抗疫规定、取消帮助法规、取消出口限制，也个大幅度货币变薄等等。El objetivo es comenzar el camino de reconstrucción de nuestro país, devolverle la libertad y la autonomía a los individuos y empezar a desarmar la enorme cantidad de regulaciones que han impedido, entorpecido y detenido el crecimiento económico en nuestro país. 现任经济部长卡普托顶礼拜予披索兑换美金的汇率，为391披索兑换1美金，大落到800披索的计数，落价幅度超过50%。个计划要把每个月通膨率降低到20%至30%，同时增加税收。新政策一个公布，虽然得到国际货币基金 IMF 的欧陆，讲这是阿根廷恢复稳定加重建国家经济重要的一步。不过，阿根廷全国各地各项物件拢起，像讲肉价起40%，壳牌石油公司加燃油价提高37%。阿根廷航空加机票价少起1倍。左派劳工团体加政党20多动员几6000人，伫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进行反政府的示威，加米雷伊政府加1976年至1983年的独裁政权受批评。No estamos en una monarquía. No pueden decidir por arriba de nuestras leyes. Si quieren declarar. 示威民众经过所在道路两边，拢有全身武装的军警伫戒备。米雷伊10天前就伫就职典礼的誓言讲，要对任何想要阻挡伊改革计划的团体采取严厉的行动。特别伊阁警告，任何封锁道路的抗议者，可能会失去领国家福利的权利。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中国宣布对明年1月初1开始停止印发12项石化产品的关税优惠。学者就预估，咱台湾的业者一年都要加纳大约是5000万至7000万美金的关税。
中国国务院关税税节委员会今日无已经对外宣布，为明年开始停止部分 ECFA 产品关税优惠，包括饼、鱼等，拢总12项为台湾出口到中国的石化原料产品，拢爱搁扣关税。这个12项一出来之后，等于把整个石化业的上游统统涵盖在里边。你上游的东西你受到影响，你就会影响到下游，整个石化产业的影响是蛮大。石化工会烦恼的是，若做中国未来连12项产品相关物拢爱搁扣关税，台湾至少20至30间石化公司会失去中国市场通销售。这届中国针对台湾12项 ECFA 产品取消关税优惠清单，包括饼、鱼、磷二甲苯这些货品拢在内，尤其是三粒甲烷，若做搁扣关税，达到10%，影响上大。拢总取消关税优惠了后，会扣2%至10%不等的关税。就这样子一个个别品项，可能就是政府可能需要去协助厂商，要去进一步去看看如何去吸收这个额外的关税成本。这几年以来，平均而言，它可能节省的关税大概就是在5到7千万之间。专家认为，一直到总统选战结束，中国拢有可能持续扩大 ECFA 相关制裁行动，安尼做买当因应中国经济变歹，趁机会降低中国工厂接单的压力。经济体跟经济体，国家跟国家，只要有这个某些意见是 conflict， 就是说互相不一致的，经常就会动用贸易障碍的方式来这个算是抵制对方。这一次12项产品，它直接首当其冲，就是对着台塑而来。那我相信台塑整个集团够大，它要吸收相关的这种输液的能力呢，我相信它也比别人强。专家提醒 ，ECFA 制裁若做持续扩大，将来可能连工具机甲纺织拢会受到冲击。工总呼吁政府积极甲中国建立协商管道，才会当降低产业的伤害。记者综合报道。因为这薪水对袂到钱变薄的速度，英国是有要挖5万个基层的意思，佮罢工3天。今年度英国1号的罢工是已经造成900万人受到影响啊。不过这薪水争议是有关超袂好势。所以讲，基层的医生团体就讲，明年1月有可能会佮罢工。代表差不多5万个初级医生的英国医学会，伫这个月初甲政府谈判加薪的幅度，不过双方一直讲袂花。当地初级医生伫20个发起新一轮1连3天的罢工行动。Around £15.50 an hour, and that simply wasn't good enough. When we called for strike action, it was the government that walked away. The reason that we're out on strike is because our pay has been cut by 26% over the last 15 years. And there's huge wage gaps because my colleagues have left to go to Australia, New Zealand, Canada, and actually left for other jobs within the UK where they're getting paid for the expertise that they can provide. 因为加薪的幅度赶袂到通膨的速度，英国初级医生向政府要求加薪35%，员工是时薪爱加到11磅，差不多817台票。那政府无答应因的要求，将月初3初级医生会阁连续罢工6天。这是英国国民保健署的员工维持时间上长的罢工行动。I wish that junior doctors the committee could come back to the table so that we can start those negotiations again and we can ensure that our hospitals continue to work as well as they possibly can over winter. 初级医生讲，因的罢工行动依然得到民众支持，并理解因即卖薪水无符合因的专业知识。不过，除了英格兰、威尔斯的初级医生要伫正月15开始罢工，72点钟，北爱初级医生也要投票是毋是罢工。受即摆罢工影响，真济间综合病院已经宣布关急诊部门。伦敦真济间病院也紧急呼吁民众，只有真正紧急情形之下，才去使用急救服务。英国医护人员今年罢工行动已经让8万个病人的就医权益受损。公视新闻深入批评报。除了日本是超高龄社会，香港嘛是，有2成人口是超过65岁。伫咧2050年的时阵，香港就有可能成做全球老化程度上悬的城市。所以讲，这照顾老大人的福利甲设施，就是规划的重点。即阵香港有的照护中心是有舞厅个饲狗仔，要互即寡时代的日子较袂寂寞。以前迪斯科舞会属于香港的黄金女郎甲黄金先生，少年时阵真熟悉舞曲，老派五花十色的闪示灯火，互因好亲像等甲家己上青春的美好时代。典型嘅飛女嚟嘅，細個嗰陣時咧，
成60年前嗰陣時，我哋就中意跟啲同學去 disco 啊，自己開 party 啊咁樣跳舞咯。跳舞嗰段時間咧，係令到我可以釋放好多嘢。下晡 disco 是顶一世紀700年代港興時期繁華年代產物，即賣安尼做是港府為幫助老大人避免因傷過孤立舉辦的社會計劃之一。因為香港去年已經進入2成人口比65歲較懸的超高齡社會，2000年各將超過1項，以4成人口超過65歲加做全球老化程度相關的都市。減少社交機會，讓老大人閣較無願意甲外界來往。當地另外一個提關老人社交興趣的計劃叫做教育醫生，將溫順治療犬帶入去老人照護中心，望因的身軀，飼因食點心，教外友善溫暖簡單互動，都讓這老人真歡喜，閣唔免煩惱被拒絕、被排斥。真係唔開心嘅，因為少咗啲活動，少咗啲去街啊，成啊。係悶啲嘅，係都覺得好好啊，起碼佢聽話啲嘅，唔會駁嘴嘛。我哋有啲狗狗去到咧，佢會去一啲朋友度咧，佢會行去嗰度望下佢，喂你摸下我啦，咁啊再唔係可能做個動作我喺度啊，咁佢哋會融化到佢哋咯。造成老化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生育率低。民調顯示，香港人因為經濟負擔厝較少，加上自由受限，愈來愈無想要生囡仔，甚至移民。港府也一個催生，因刺激偌濟生囡仔意願，這都愛個觀察。公視新聞是會中朋友。感謝您收看今日的新聞，世界通我是蘇美，咱明仔載同一個時間再會。